誰が呼びます山の森で。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部落的一间日本式警察宿舍，这是祖族知识分子过一生因一口罩捌大过所在。过一生自细汉就展现音乐和文学的才能，伊做过教师，嘛做过警察。日本时代到国民政府时期，本地官派台南县嘉义区五凤乡的乡长。1950年代地方自治开始，民选佮选调第一届的乡长，尤其对原住民族事务影响非常的深。长大之后就知道说，哦，原来爸爸这么了不起。后来那个什么茶山呐、新美上面都是我爸爸他们让他移过去这样的，他们都很感激这样子。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做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比如说他也帮助黑泽龙草先生收取了我们的古窑第二个，我们也是原住民第一次的归还土地成功了。他第一个有高山县自治的构想，是很伟大的人物。1947年，228事件烧到嘉义，五凤乡乡长高一生和另名祖族青年唐守仁双双被逮捕。28的时候，我们带了很多武器上来所以为了武器的事情，他曾经被逮捕过。然后我们大家就把武器带过去了，大概是1/3步枪而已带过去，然后我父亲带出来，那是第一次的逮捕。高医生唐守仁在原住民族省议员林瑞昌作保之下，得到自新开始的机会，但随后因为筹组高山民族自治会，创议原住民族族群自治，国民政府无停止对因的监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228引过来的能够变成白日恐怖。1952年，高医生在德家车头被保安处逮捕，陆陆续续被按诬陷甲判乱罪。1953年被判死刑。过2年，伊和林瑞昌、唐守仁、王青山、彭一中、高德照，拢被依照甲飞碟集会、颠覆国家叛乱的罪名做回处决。他就是要出门，然后他就特别叫我跟妹妹，就是拿他的鞋子帮他穿不知道是预感还是怎样。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爸爸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我是这样想的。1954年，互人枪杀，迄当高一生才47岁。